嗱，老師不但只係一位好出色嘅導師，對佢啲門生咧係循循善誘，亦都好竭力咁樣咧係提攜後輩。佢自己仲係一位好優秀嘅歌唱家添。嗱，老師咧係畢業於八和粵劇學院、香港演藝學院林派林家聲藝術研習班，亦都跟隨過咧係好多粵樂名師，好似戴信華師傅啦，同埋黃少俠老師去研究一啲曲藝嘅理論嘅。佢自己而家咧係喺一啲長者中心裏面咧，同埋喺一啲教會嘅粵曲班嗰度係教授粵曲，自己仲創作好多福音粵曲添。嗱，今日咧佢就帶同4位嘅學員咧，係同我哋一齊分享3首嘅福音粵曲。而呢3首粵曲咧，都係老師自己親自填上曲同埋詞嘅。嗱，其中有一首咧特別要同大家要留意嘅，大家就係第一首嘅十架應許呢一首福音粵曲啦。老師咧係引用咗康熙皇帝所寫嘅十架七言詩，短短用咗56隻字。康熙皇帝咧就寫出咗耶穌基督喺十架上邊受苦嘅過程同埋慘痛嘅經歷，描述得咧歷歷在目。嗱，事不宜遲啦，我哋即刻咧就係有請風信子老師同埋佢嘅學員，大家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啊？